过来关心苏花改下个月伫要正式通车上新的客运路线，嘛已经公开。来看到3间客运公司，因的外口的这个车型拢是同款，拢是用白色来做底色，搁再配合到孔色、青色的鹅卵石，搁再吸这个山水意象。另外内底装的部分嘛是用白色做主题。设计师这一届设计就是简单，会当讲是规台湾上界高级的客运车。另外，大家真关心，也有票价部分，为南港出发到花莲专票32，另外板桥到花莲是352块。3间客运公司拄开始拢会塞真侪优待，一寡优待新正年同款的当用，都要等到新正年一个过了后，才会恢复原价。倒平海景，正平山景，全新的北回线客运配合苏花改沿路的风景，3间客运统一外观，用白色做底，配上青色、蓝色的鹅卵石来咧装饰，结合山甲水的想法。这家客运除了外观统一之外呢，里面也都是采这种米白色的沙发座椅和大海蓝的整靠垫。北花线回油号头一边来别光，主打简单自然风，设计师采用减法的设计，会当讲是全台湾上高级的客运，行动不便的人客，还有轮椅专用的出入口。所谓的移动美学就是让我们这些公共运输成为一种移动城堡。展开代替客运的票价来相比，代替南港到花莲专票419块，坐车时间大约是2点钟。坐客运同款对南港到花莲统联3摆坐，专票320块，通车一个月来优待205块。台北客运3摆坐，专票320块，旅客嘛会当选较经济4摆坐，只要266块。两种客运伫咧1月21号进前拢有半价优待，坐车时间大约拢是3点半钟。另外，还有首都客运对邦桥到花莲3摆坐专票352块，4摆坐290块。1月21号进前嘛是半价优待，坐车的时间差不多是4点钟。部分的优待伫咧过年春节的期间嘛会当使用。那这24小时发射的概念，就是现在我们可以补台铁在夜间没有夜班火车的运能的不足啦。1月7日，苏花改全线通车，交通部搁再设苏花安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。目前行政院嘛同意，预算会投入359亿的经费，针对东澳到南澳、和平到和中、和宁到中德这3大苏花改无接到的路段，会来做泵坑甲桥，希望伫咧2022年的年底来完成宽屏，2030年完工，互苏花的路途搁较完善快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